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6月1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3篇，撒母耳上卷15章24到31节，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今日的主题是果，水果啊。一年前有一个朋友送阮一丛葡萄丛。虽然阮讲阮真心咧照顾，但是即个葡萄若阵无结果子，等于阮所讲的甲事实无合。真欢喜伫今年年初，即丛差不多一年的葡萄丛生出14趴的即个花经过阮搁较细致斟酌的照顾并且我用即个规个网桶的即网甲伊安尼包起来了后，伫即礼拜看到即个葡萄开始对青色变到紫色的我想无偌久就会当收成来食。这互阮深刻体会着讲，果子树若会当生果子即种的实际的见证。伫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捌救助一丛无花果树。有的人误解圣经去讲耶稣真自私，就因为家己腹肚枵食袂着即个无花果丛的果子，就救助伊。但是事实上，根据圣经的记载，马太福音第21章18节到22节，或者是伫马可福音11章12节到14节，这个无结果子的树有啥物问题呢？马可福音的记载讲，因为毋是结果子的时阵但是咱注意来看整个的圣经，无花果其实是代表以色列民族。无结果子只有生叶意思就是讲以色列民族敢若伫意家己穿甲真水，满的叶却无要生果子，无要生果子，就是讲无要互人得到福气啦毋是结果子的季节。当然，咱咧讲，譬如做以色列人的无花果丛，应该是爱随时结果子啦。不只是穿着水真请赢伫街路口，互人请安，互人娱乐，迄种好看尔。无结果子，对耶稣的讲法是因为无信心。所以咱伫马可音的经文后壁接续看到耶稣咧讲，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有信心无犹豫，就会不但会当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即座山讲，你煞去迄个所在迄个海里，也要成就。恁祈祷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会得到。这是马可福音22章21节到22节。因为门徒真好奇咧问无花果怎会即时来高答，耶稣就安尼回答。这个观点会当对伫末后的审判来看以色列人，也是讲咱现代基督徒，咱所追求的只是迄种的外表的美观，生了水水，足侪树叶还是真实的信仰呢？保罗讲，只是人拢无听趁福音，因为以赛亚讲，主我所传的有啥物人信呢？通知信道是对听道来的，听道是对基督的话来的。但是我讲，人无有听见吗？其实应该是听见。因为因的声遍传伫天下，因的言语传到伫地极。我阁讲，以色列人毋知吗？因进前有摩西讲，我要用迄
无正主面会来惹动恁的受气。我要用迄无知的面来惹动恁的受气。佮有以赛亚嘛大声讲，无找求我的，我着叫因拄着；无访问我的，我就因显现。至到伫以色列人，因讲，阮规工伸手招呼培育即个搭喙鼓的百姓。罗马书第10章16节到21节所写的保罗所写的。雅各嘛安尼甲咱讲，我的兄弟啊，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却无行为，有啥物利用呢？有信心会当救伊吗？若是兄弟也是姊妹，赤身裸体，佮欠缺日用的啉食，恁中间有人对因讲：你通平平安安去啊，愿恁得到穿烧，得到食饱。却无要互因身体所需要的，这有啥物利用呢？若安尼讲，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这是伫雅各书第2章14节到17节所记载。所以就是讲，一个人会通有实践的信心，有一个结果子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咱搁倒转来看扫罗王，伊得罪上帝。撒母耳甲伊讲了后，伊嘛知影上帝因为安尼夺取伊的王位，另外兴起一个继任者。但是扫罗却要求撒母耳伫表面上幽怨甲袂同行。扫罗安尼对撒母耳讲：我犯罪啊，但是呢，请你至少伫人民甲长老的面前，互我一点仔面子。请你甲我做伙转去，我通好敬畏上帝，你的上帝。即种的表面功夫，就亲像迄落生满叶的无花果丛。伫代志事实上，伊离开上帝无有信心，并且扫罗佮甲撒母耳讲：我要去敬拜你的上帝。咱注意听，要去敬拜你的上帝。扫罗是受家己的呼召，伊无甲上帝认为是家己的上帝。这就是伊性命的果子。虽然得到上帝的呼召，但是事实上伊的心却是离上帝远远。咱要搁倒转来伫国际防疫的代志顶悬，中国共产党因有出产2种国产的疫苗，因定定咧讲要帮衬其他的国家啦，但是因却用疫苗来达到外交的目的，互人着爱听因的话。有济咧取到即个品质无介好的疫苗的国家甲人民付出真济的代价，包括有真济人丧失性命。咱搁看另外一边，最近伫世界顶悬，日本甲美国也宣誓要捐赠疫苗互需要的国家，当然包括台湾啦美国外交部甚至宣布讲即个捐赠是无有条件的。这事实上着咧向中国共产党讲话啦那日本精送台湾145万剂的疫苗，而且佫是一个真马上行动，毋是一支喙讲讲的，讲真喙甲全破，真好听安尼尔定。迄有实际的成果，是结出果子的。咱佫甲即个眼光看倒转来伫台湾国内，伫这防疫的中间，其实嘛是共款，有一寡地方首长一日到晚批评顶悬啦，欺负下骹，责任拢撒互下骹。因自看家己会当真快速、大量来即个注疫苗，但是当事实上摕到了后，却表现甲真正离谱，真乱甚至含咱讲的第一线的即个医护人员也拢还袂支援。
我想看到这个实际的情形，互咱基督徒的你我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咱的信仰毋是咧讲甲喙角全泡即种生甲水水的外表的树叶，咱事实上爱活出即种美好的生命见证，爱生出即个真甜真好食的水果。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6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3篇，撒母耳记上卷15章24到31节，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果子。大概在1年前，有朋友送我们一棵葡萄树。虽然我们表示我们非常细心的照顾，但是呢，如果这棵葡萄树不结出果子，那我们所说的就等于跟事实不合。今年的年初，家里这一棵差不多1年的葡萄树，窜出了14串的花与籽。经过我们更细心的照顾，给它许多的养分，并且呢，牧师用这个纱窗的纱网把这整个葡萄树整个围住因为有14串。那最近呢，葡萄终于快要成熟了这个果子很大，我们看相片了这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说，果树能够长出果子这一种非常实际的见证，不需要言传的耶稣基督曾经咒诅一棵无花果树，有许多人误解这一段圣经，还说耶稣很自私就因为自己肚子饿了吃不到无花果就咒诅他。那事实上我们来看一下，根据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1章18到22节，或是马可福音11章12到14节，我们看到这个树不结果子有什么问题？其实你如果看马可福音说的，他说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那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背景，在圣经里面的无花果其实意表着以色列人民族。那不结果子，只有长满叶子，可以是说以色列民族呢，他们只在意自己穿得非常漂亮满满的叶子却不长果子意思就不使人猛虎不是结果子的季节到底它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又回到那个比喻了比喻成为以色列人的无花果，应当要随时结果子，而不是只有穿得美美的、光鲜亮丽的，然后就在街口让人家请安，也等着人家赞美，就是好看的而已啦不结果子是因为没有信心，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的经文11章继续来，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够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到此地这个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马可福音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部分。那因为门徒非常好奇，问了耶稣说，无花果怎么立刻就枯干掉了？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就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可以把这一段经文耶稣在说的当成是最后审判，这样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跟现代的基督徒。
然后我们所追求的是外表美观，还是一个真实信仰的内涵呢？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这样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所传的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求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罗马书第10章16到21节保罗所说的话。另外我们也从雅各书他这样子强调，他说，我的弟兄们啊，若有人在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够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乏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是在雅各书第2章14到17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能够实践的信心，一个有果实的信仰，对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旧约撒母耳记，我们看到扫罗王得罪了上帝，上帝将他的王位取走，并且另外立了一位继任者。但是扫罗仍然要求撒母耳在表面上仍然跟他同行。扫罗这样说，我犯罪了，但是请你至少在人民的长老们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给我一点面子，请跟我一起回去，我好去敬拜上主你的上帝。我这里面有一些字词我们要注意的哈。这个表面的工作就很像那棵长满的叶子的无花果树，事实上内涵是远离上帝、没有信心的，而且不服从的。并且我们注意看经文的后面，扫罗告诉撒母耳说，我要去怎么样敬拜你的上帝，不是说他自己的上帝耶。这就是说他生命的果实其实本来就有问题。虽然他得到上帝的呼召，可是却是远离上帝的。我们再把眼光放回到现在的疫情，在国际防疫的时事上面，中共生产了2种国产疫苗，他们说要帮助其他的国家，可是呢，却拿着疫苗试图影响外交，达成他们的目的，使得一些取得中国捐赠或是卖给他们的疫苗，这个品质不高的疫苗的国家人民呢，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丧失生命。又看到另外一方面，最近日本跟美国宣布要捐赠疫苗给需要的友邦国家。美国外交部甚至宣布说，这个捐赠是没有条件的。这句话其实是在跟中共说的。然后日本呢，他们赠送台湾145万剂的疫苗，从宣布到达成只有短短1-2个礼拜的时间，不是一个空口说说而已，而是有实际成果的。我们在缩小范围看台湾国内的
的防疫也是如此。有几位从一天到晚都在批评上面，然后欺负下面，就是推卸责任给下面的，自夸可以非常快速而且大量的施打疫苗的这个地方首长。事实上，等到他们真正拿到疫苗之后，却完完全全的手足无措，没有办法他们就表现得杂乱无章，甚至连第一防线的防疫的医护人员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施打完毕。我想，无论是在国际上，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圣经所写的教导，都让现代的基督徒你我有非常好的提醒。我们的信仰不是那种天花乱坠式的那种长满美丽树叶的一种生命行为。我们应当要活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让人家可以看得到，而且可以尝得到的，长出美好的美味可口的水果。